头山东的台湾继续来讲这个健保，除了要调起到健保费之外，一寡健保的制度嘛要来做调整。譬如讲这个诊所的挂号费，即卖是100块加上部分的负担50块是150块，摕药啊免钱。讲这项要改掉咯，改做摕药啊爱过40块，等于挂号费变190块。另外，民众真接中伏雷翕迄种超音波甲电脑的断层，打来这个检验检查费用嘛要加收50至200块。卫福部讲，一切若是顺利，新制度上计伫5月底开始来实施。医生看完去甲药师摕药啊，除了挂号费，民众大部分唔免搁另外付钱。不过健保根本挡袂掉我，一定要解决。健保署按算调整，本来诊所挂号100，加上部分负担50。药费若是无100，唔免加收钱，伊加取消免费政策。药费若是300块以下，大概加付40，等于看一摆病为150变190。很多人讲说，他假如真的不是需要看病的时候，他到医院去逛病的，可能要稍微有一点感觉哈，可能会减少一些。健保署统计，一年有193栋的药啊防弹掉真好济。唔然呢，去年因为疫情影响，全国看诊的人减少1000多万。不过1月到11月定检验煞加54万次，像超音波、血脂强制、电脑断层，拢可能一个人做真济摆，嘛按算调关检验的费用。目前来讲，就上限的部分我们都没有做一个调整了哈。计划2种方案，第一个是检验加收50到200部分负担，或者是看大间病院、细间诊所来收钱。譬如讲诊所加付50，医疗中心加付200，这拢已经送卫福部。部长是说，希望在第一个会期，也就是2到5月前能够提出，有共识定案之后，有一个预告。不过健保会3月底才开会，部长陈时中嘛要签名。新政策1月公告2个月，上紧5月底就会释出来。不过牵涉到起价议题，就要用更较侪时间来甲民众解说。